歡迎大家嚟到我嘅 channel， 今日我將會為大家送上超級瑪利歐銀河大電影嘅終極劇情彩蛋解釋。今集咧同我哋平時做開嘅深度學術解說有啲唔同，因為大家應該唔會睇唔明嘅。不過我哋會將個焦點放喺致敬遊戲機情節嘅位置，同埋所有幫續集埋下嘅伏筆。但睇完呢條片之後，唔知會唔會俾到大家一個回憶殺呢？電影畫面一開播，我哋見到嘅係由宇宙守護者 Rosalina 親手打造嘅 Comet Observatory。喺 Super Mario Galaxy 遊戲入邊，呢度係啲 Loomis 嘅家，亦係監控銀河嘅核心。雖然電影版簡化咗遊戲入邊嗰6個可以令到你進入去所有銀河嘅功能圓頂房，但係佢就好巧妙咁樣將個重心放喺圖書館。呢度唔單止係睇書嘅地方，更加係劇情之後解鎖 Rosalina 往事嘅情感出口。Rosalina 本身就係一個悲劇英雄，一個喺星際間蕩失路、失去雙親嘅公主。佢將自己嘅寂寞轉化為大愛，為同樣無家可歸嘅 Loomis 創造咗一個家。喺 Rosalina 講故仔俾 Loomis 聽嘅溫馨畫面背後，書架上面隱藏咗大量致敬遊戲嘅蹤影。例如咧，最左手邊嗰本係 Super Paper Mario 入邊禁忌嘅 Dark Prognosticus， 向下睇仲有印住6個皇冠，象徵住 Paper Mario Sticker Star 入邊能量來源嘅書籍。故事嘅轉捩點係上集大反派 Bowser 個仔 Bowser Jr. 嘅特集，佢坐住經典 boss Megaleg 機械人登場，身邊仲有老神子 Kamek 撐腰。呢度有個幾正嘅心理分析， Bowser Jr. 綁架公主，似乎係想證明自己已經大個仔，要繼承老豆嗰套橫蠻嘅價值觀。後續劇情入邊 Bowser 問個仔點解唔係喺寄宿學校入邊，阿仔就話佢俾人踢出校，佢反而覺得而家有更加多時間放喺擴大兵團度。Bowser Jr. 大戰 Rosalina 期間，我哋見到反應堆中心閃耀住巨大嘅藍色光球，呢個設定係直接繼承自遊戲入邊集齊 Power Stars 之後嘅狀態，暗示住 Rosalina 喺電影開場就已經係巔峰嘅戰力。繼 Rosalina 被擄走嘅震撼開場之後，電影就將舞台轉向咗充滿住異國風情嘅沙漠中心。畫面一轉，我哋見到水喉匠 Mario 同埋 Luigi 被傳喚去調查 Tostarena 小鎮嘅一場騷動，佢哋踩住越野電單車喺沙丘穿梭，呢一幕就充滿咗 Mario Kart 嘅既視感。佢哋終於嚟到 Tostarena 小鎮，呢個小鎮係對應翻 Super Mario Odyssey 入邊 Sand Kingdom 嘅沙漠小鎮。呢度對遊戲嘅還原度非常之驚人，由搖晃嘅 Pocky 仙人掌去到街頭飛走嘅雀仔細節，即係遊戲裏面你係可以嚇走啲雀仔嘅，都展示咗劇組對於生態環境嘅執着。當兩兄弟入到去一個漆黑嘅山洞， Mario 同埋 Luigi 就展示咗佢哋嘅 Fire Flowers。呢個 Power Up 喺各集 Mario 遊戲入邊都有出現，可以令到玩家掟火球。當佢哋去到水管嗰陣，聽到怪獸嘅咆哮聲，原來係 Yoshi。之後電影透過一陣煙嘅過場揭開咗 Yoshi 嘅身世，佢由600彈殼破殼而出，去到 Brooklyn。呢個時候背景音樂係選用咗 Biggie Smalls 嘅 Hypnotize， 成功呼應咗第一集用 Beastie Boys 樂隊嘅歌嚟建立 Brooklyn 嘅基調，將 Hip Hop 文化同埋任天堂嘅幻想世界完美結合。除咗呢點之外呢一段 flashback 簡直係第一集嘅致敬大集合啊！我哋見翻嗰隻整蠱 Luigi 嘅貓、鬥獸犬 Francis， 甚至連刻薄嘅 Spike 同埋 Pizza 店都悉數回歸。我哋知道 Yoshi 仲曾經破壞過一個恐龍展覽，呢度就出現咗一個極其冷門嘅致敬位。我哋見到有一件奇怪嘅骸骨標本，極大機會係 Yoshi's Island 入邊嘅 Skeleton Goonie。畫面而家就轉向 Bowser 個星球，經典嘅 Super Mario Bros. 3飛行船主題曲響起，宣告咗戰爭嘅升級。今次 Bowser Jr. 唔單止坐住 Clown Car 橫行，更加展示出佢強大嘅軍隊。佢捉 Rosalina 嗰陣，最令機迷驚喜嘅係魔法畫筆嘅出現，係 Professor Egad 嘅發明。佢之後亦都會用呢一支筆畫食人花做武器，呢點有啲似佢喺 Super Mario Sunshine 入邊創造嗰啲受污染嘅食人花。Bowser Jr. 再次制服佢之後，畫面就嚟到蘑菇王國入邊 Mario 同埋 Luigi 嘅蘑菇屋。喺第一套戲結尾打敗咗 Bowser 之後，佢哋就搬咗入嚟呢度啦。呢間蘑菇屋可以話係另一個彩蛋金礦啊！書架上面嘅書由第一集遇事冒險嘅 Odyssey 改為實務嘅 Plumbing， 暗示住兩兄弟喺英雄嘅光環底下依然渴望回歸水喉匠嘅本行。牆上面亦都對應咗 NES 遊戲嘅1986年 Pro Wrestling 海報，電視機後面仲有 Game & Watch 嘅章魚遊戲相。刀櫃入邊我哋見到 Mario 嚟自2015年 Super Mario Maker 嘅黃色建築帽，你會見到每一件道具都係對任天堂40年歷史嘅致敬啊！最正嘅係電視機上面正係插住1984年嘅賽車遊戲 Excite Bike 嘅 NES 遊戲帶，說明呢一對英雄喺拯救世界之餘，依然係好 hardcore 嘅機迷。當銀河嘅危機仲未平息，蘑菇王國正係沉浸喺一場盛大嘅慶典之中，因為而家係碧姬公主嘅生日。慶典入邊，當碧姬公主獨自喺城堡頂觀賞蘑菇同埋星星形狀嘅煙花嘅時候，呢一幕唔單止係視覺嘅享受，更加係對 Super Mario 3D World 嘅致敬。煙花變做蘑菇同埋星星嘅形狀就係出自呢個遊戲噶啦。隨住巨型流星墜落，Luma 帶住受傷嘅軀體嚟尋求協助。呢度
度展示咗公主應有嘅擔當，佢毫不猶豫咁樣帶住裝備齊全嘅 Toad 衝上太空，透過 Luma 幻化而成嘅 Launch Star， 佢哋飛越咗布滿 Blooper 護冊嘅 Drip Drop Galaxy。當碧姬公主遠征星際，蘑菇王國嘅守護重任就落咗喺 Mario 兄弟同埋 Yoshi 身上。公主仲留低咗一封好親昵咁樣叫 Mario 做鬍鬚仔嘅信，呢個細節就係直指 Super Mario 64嘅開場。我哋一路睇住呢一班代班點樣保護王國嘅 montage 嘅時候，喺公主城堡嘅密室入邊，我哋見到嗰個曾經橫行霸道嘅魔王 Bowser 正係沉迷喺藝術創作。佢畫緊嘅竟然係 Super Mario Odyssey 入邊最昂貴嘅 Skeleton Suit 骷髏裝，係價值9999金幣嘅。而畫入邊 Mario 摸面驚恐嘅樣，似乎就係向緊名畫吶喊致敬啊！當燈光一開，我哋先發現堂堂魔王原來仲係細細粒，呢度就繼承咗上集結尾嘅縮小版設定，為角色增添咗一種荒謬嘅氣感。嗱，當我哋以為 Bowser 只係一個粗魯嘅侵略者，呢部續集就用咗一個藝術家嘅視角去重新定義咗佢。佢嘅迷你城堡裝修得極盡自戀，由紅地氈去到石牆掛飾，全部都係佢自己嘅樣。最精彩嘅就係佢嘅畫廊，入邊有對碧姬公主嘅心情描繪，亦都有對 Mario 充滿恨意嘅塗鴉。當佢向 Mario 展示作品，但係反而換嚟冷淡反應嘅時候，佢憤而毀畫嘅舉動就展示咗佢依然同內心嘅惡魔搏鬥緊。嗱，講到呢度我哋就見到一個好正嘅社交細節，Bowser 似乎嘗試緊重新做人，甚至同 Luigi 搞咗個讀書會 ，Luigi 會帶埋湯去教佢做個好人。相比之下，頭先講過 Mario 對 Bowser 嘅不屑一顧，反而令到呢一段反派轉型之路充滿阻礙。嗱，呢一種角色之間嘅化學反應，比起單純嘅打鬥更加有深度啦。不過而家 Bowser 個仔 Bowser Jr. 坐住 UFO 震撼登場，佢將碧姬公主嘅城堡升上太空，想救翻佢爹哋。而家佢嘅造型係源自 Super Mario Bros. Wonder， 口罩上面嘅綠色閃光充滿住未來感。佢將畫筆變做流星錘，將碧姬公主嘅彩繪玻璃壁畫震碎，象徵住舊秩序嘅破壞。但係佢之後唔小心將城堡跌咗落 Honey Hive Galaxy， 混亂之中 Yoshi 展現出神勇一面，喺城堡崩塌之際，第一次俾 Mario 兄弟騎喺背脊上面。Yoshi 帶住兩兄弟喺瓦礫入邊穿梭，使出咗招牌嘅空中踏步，死裏逃生。雖然 Bowser 重獲自由，但係縮小版嘅身體依然預示住佢嘅威脅尚未完全恢復。果然 Mario 同埋 Bowser 發生咗爭執， Mario 踩咗佢一腳，結果就令到佢變翻正常大細。不過好彩，而家被感化咗嘅 Bowser 就向 Honey Hive Galaxy 嘅 Honey Queen 提出以自己被捕嚟換取兩兄弟同埋 Yoshi 嘅安全。Mario 呢一刻覺得佢其實本性唔壞， Bowser 仲走埋嚟攬攬，仲錫咗 Mario 一啖添。Bowser 乖乖勞改，做下嘢，突然之間 FF 佢同碧姬公主嘅愛情，整陷咗班守衛。不過 Bowser Jr. 救翻佢。嗱，另一邊廂，碧姬公主正式喺 Gateway Galaxy 開始咗佢嘅旅程。當公主飛入星系，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星空，更加係一個活生生嘅遊戲世界。不過依家劇情就轉咗向懸疑。GTW News 就宣告咗宇宙嘅守護者 Rosalina 嘅離奇失蹤。當碧姬公主去到服務台，職員竟然係80年代 NES 嘅實體周邊機械人 Rob。呢個客串唔單止係 Smash Bros 嘅聯動，更加係對任天堂硬件歷史嘅幽默自嘲。佢哋入到去地下酒吧 Speakeasy 之後，背景就響起咗 Underground Theme 嘅變奏，現場嘅氣氛一轉，變得充滿地下社會感。酒吧入邊嘅客群簡直係反派名人堂啊！由衝鋒陷陣嘅 Charging Chuck 去到被困喺籠入邊嘅 Dry Bones， 甚至連罕見嘅 Octombus 同埋 Coin Coffer 都喺度飲酒傾偈。當碧姬公主踏入去反地心吸力賭場，我哋迎嚟咗全面最大嘅情懷炸彈 King Wart。呢位出自 Super Mario Bros. 2嘅經典 boss， 連埋佢手下 Birdo 同埋 Mouser 全員回歸。嗱，最神來之筆嘅係打法嘅神還原。遊戲入邊你要趁佢噴泡嗰一刻，將一棵蔬菜掟入佢嘅口度先可以贏。公主依家就趁 King Wart 噴泡嘅時候，將蘿蔔踢入佢嘅口度，制服佢嚟攞到 Rosalina 下落嘅資訊啦。依家由 Glen Powell 配音嘅 Fox McCloud 震撼客串現身。Fox McCloud 係 Team Star Fox 嘅隊長，第一次出現喺1993年嘅同名遊戲。雖然佢因為飛船故障意外闖入呢一個宇宙，但係佢標誌性嘅 Barrel Roll 動作依然贏爆全場。Bowser 同個仔跟到嚟，兩父子對主角們開始發動攻擊。Bowser Jr. 攞出佢嘅 Super Scope， 將 Mario 兄弟全部變晒做 BB。呢個時候我哋見到 Bowser 企喺後面驚驚青青咁款，因為佢而家仲係一個被感化咗嘅好人。眾人就跌到落去 Fossil Falls， 即係 Super Mario Odyssey 入邊充滿 T-Rex 嘅 Cascade Kingdom。呢度就展示咗劇組嘅幽默感。BB Mario 用骨頭敲打巨型 T-Rex 嘅牙，竟然彈奏出初代主題曲嘅音符。BB 們嘈唔醒怪獸。Yoshi 揾到 Super Scope 跌咗喺樹上面，佢攞到 Super Scope 之後，一聲嘅大嗌反而驚動咗呢一隻史前巨獸。最後嘅反轉係眾人因為 Super Scope 誤打誤撞將 T-Rex 變做 BB 而發顯懷疑。最後 Yoshi 仲幫佢哋變翻做原本嘅年紀。呢個
時候，Bowser因為之前同兩兄弟建立咗感情而感到後悔，但係仔仔 Bowser Jr. 就成功說服老豆做翻佢 King of the Koopas 嘅呢一個魔王。而家我哋就迎嚟咗呢一場銀河史詩嘅最高潮。Fox 架飛船爛咗，佢睇落都幾失望，所以 Luigi 通知班 Loomis 去 Comet Observatory 度接佢哋。喺嗰度，碧姬公主發現自己擁有同 Rosalina 一樣嘅力量。原來 Rosalina 係佢失散多年嘅家姐，當年為咗保護裝喺 BB 嘅碧姬，佢先將佢送去蘑菇王國。呢個設定顛覆咗原著，不過反而解釋咗點解 Rosalina 當初要將個妹送入水管，就係唔好俾班壞人攞到佢哋呢一份守護皇室嘅力量。嗱，至於邊個想對付呢兩姊妹呢？可能會係下一集嘅伏筆啊！而家 Fox 同班 Loomis 就送其餘4個人去到 Bowser Jr. 嘅竇 ，Mario 同碧姬公主跌入機關門，畫面瞬間轉換成為8-bit風格嘅監控視角，致敬咗 Super Mario 64嘅初代關卡。兩位主角當然完美避開晒啲機關，仲英雄落地，睇到 Bowser 兩父子咧眼都凸埋。Mario 同埋碧姬公主而家喺橋上面同 Bowser 對視 ，Bowser 執起斧頭重演 Super Mario Bros 經典一幕。Mario 相信 Bowser 血入邊仲有一顆善良嘅心，但係暫時睇落咧 Bowser 真係完全黑化，翻嚟做佢個 King of the Koopas 啊！戰鬥途中 Bowser 跌入熔岩，並且以 Dry Bowser 嘅形態重獲新生，將驚慄度推向最高點。Mario 叫碧姬公主救 Rosalina， 佢哋兩個嘅關係咧開始變得曖昧。Yoshi 拍走咗 Bowser Jr. 手上面支魔法畫筆 ，Luigi 用畫筆召喚出 Smash Bros 嘅神角 Mr. Game & Watch， 但係之後 Bowser Jr. 搶翻支畫筆還擊，即刻畫咗條烏聖河，啲油漆變咗做一條嚟自 Super Mario Odyssey 廢墟王國嘅 Lord of Lightning 巨龍。最後關頭 ，Mario 觸發咗最稀有嘅紅星變身 Flying Mario， 利用 Super Mario Galaxy 標誌性嘅 Galaxy Spin 旋轉，將 Bowser 由龍肚入邊扯出嚟。背景入邊更加隱約響起咗 Super Mario 64通往 Bowser 之路嘅經典旋律，將情懷拉到最滿啊！所以話呢一場大戰唔單止係視覺盛宴，更加係對任天堂40年嚟所有戰鬥機制嘅一次終極大合炸。隨住星際決戰落下帷幕，呢場橫跨多個星系嘅史詩冒險，終於迎嚟咗溫馨而震撼嘅收尾。碧姬公主同埋 Rosalina 呢一對失散多年嘅姊妹終於接觸，兩股強大力量交織而成嘅能量席捲全場。原本死寂嘅 Bowser 星球喺強光之中被淨化，由鋼鐵煉獄瞬間轉化為綠意盎然、鮮花盛放嘅花園星球。呢一場救贖唔單止係武力嘅勝利，更加係兩姊妹力量融合之後對宇宙秩序嘅重新定義，象徵住愛同埋家庭先至係銀河最強大嘅 power up。畫面而家轉翻去到嗰個滿目瘡痍嘅蘑菇王國 ，Loomis 決定留低協助重建碧姬公主嘅城堡。最後 Mario 撞擊 Power Block， 攞到 Super Mario World 嘅經典羽毛，披風一揮將公主旗幟送上塔尖，宣告咗英雄歸位同埋王國重生。最後仲贏得碧姬公主一吻添。Bowser 兩父子終於落入法網，而看守佢哋嘅竟然係嗰隻最古怪、充滿住存在主義絕望感嘅藍色 Luma。呢種幽默感就為結局增添咗一抹黑色幽默啦。但係最令人尖叫嘅莫過於係片尾彩蛋，因為 Princess Daisy 強勢現身，呢一位1986年 Super Mario Land 登場，深受玩家喜愛嘅動感公主，終於喺電影宇宙攞到佢應有嘅地位啦。呢一個揭露唔單止滿足咗粉絲嘅心願，更加預示住未來三公主同台演出嘅可能性。嗱，套戲上映咗之後呢，喺影視圈度可以話係掀起咗一場口水戰。首先睇睇指標性嘅數據先，爛番茄嘅影評人得分係只有 41%，Metacritic 更加係慘不忍睹，只係得36分。The Guardian 嘅 Peter Bradshaw 直言呢一套戲只係一個仲差過 AI 平淡如螢幕保護程式嘅續集，嗱照讀㗎咋。The Times 嘅 Kevin Ma 甚至話睇到生理上面感到不適，要用筆拮自己隻手嚟分散痛苦。至於其他大部分嘅影評人，即係例如話 Variety 同埋 IndieWire 嘅影評人，佢哋就認為電影雖然塞滿咗彩蛋，但係始終缺乏藝術野心，快節奏嘅畫面掩蓋唔到敘事上面嘅凌亂，甚至連 Glen Powell 飾演嘅 Fox McCloud 都被批評係大材小用。有趣嘅係咧，當影評人喺度哀鴻遍野嗰陣，普通觀眾反而好受落喎。Cinema Score 就俾出咗 A 減嘅高分。Post-track 嘅調查亦都顯示出有 79% 嘅觀眾係覺得滿意，甚至乎有60%人係會絕對推薦。Deadline 嘅 Glenn Garner 就係少數企喺正面立場嘅評論家，佢讚呢一套戲係一份充滿懷舊情懷嘅驚喜，特別係 Bowser 父子嘅救贖故事，同埋碧姬公主同埋 Rosalina 嘅姊妹新世線，成功為未來嘅遊戲改編電影鋪好咗路。佢亦都高度評價咗 Donald Glover 同埋 Glen Powell 嘅配音表現。另一位俾正面評價嘅影評人 Andrei Lukovsky 亦都講到話，呢套戲雖然唔深奧，但係明顯係帶住愛嚟製作，成功擊中咗基迷嘅紅心。歸根究底，呢一套戲似乎係一套服務型嘅電影。對於專業影評人嚟講，佢哋追求嘅係結構同埋情感深度，但係對於基迷嚟講，只要見到 Minus World 嘅致敬，聽到經典嘅 remix 音樂，
就已經值回票價啦。正如 RogerEbert.com 所講，呢套戲唔係用嚟細味嘅，而係俾嗰班平時做嘢已經辛辛苦苦嘅千禧世代老豆可以喺戲院休息2粒鐘，同時令佢哋嘅細路睇得開心。唔知大家又有冇呢一種共鳴呢？好，你哋又覺得呢套戲點啊？歡迎留言話我知。如果你哋都想睇我分析呢一期嘅熱門電影，可以睇我講緊末日聖母號嗰條片。如果想睇我最新嘅片，亦都可以撳入到去右手邊嘅位置啊。就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